来则是南投的139县道，有采一支专门咧翕超速的。去年9月就采好势，但是因为限速也未确定，所以采利者用几啊个月，一度互警体是低困的测速器。一直到今年的5月，这限速定为50公里了后开始来启用。到即卖1个月的统计，总共开出1200多张的罚单，为国库入销150万。南投139县道这个测速翕上间启用1个月，已经开出1200多张的罚单，为国库入销大约150万。用路人看到这支测速的，拢会减速，好亲像坐少拢有作用。但是当地民众讲无啥物感觉。一样，晚上在3到4点跑车重击也是一样很严重啊。行到遐就开始慢啊，对吧？过了就开始加速，电都足大声呀。测速翕上间就只有固定的路段才有取缔超速的作用，但是139县道其他的路段也是有人开真紧。当地民众反映讲，真侪人过了这个翕上间了后，就开始加速，颠倒误差。道路警察多站点，这边的话路比较大，发生事故以前比较多。那我们为了执法的一个科学办案，所以设置测速照相。139县道经常有车祸事故、山弯路段，还有死亡弯路之称。这个测速翕上间限速是50公里，超速罚金至少是1200块起跳。为着你的安全，上139县道上好也是唔通超速。